这位确诊的研究人员进前去过所在，拢是人正密集的地区，尤其是11月28礼拜日的动工，伊中昼先去设置万雄广场的餐厅，甲家乐福卖场，下晡到台北车头边仔的精湛百货公司来踅街。为11月27到12月7、8，坐阮来回南港甲东门站是坐几啊抓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早起嘛，过来公布伊的卡日，讲12月7有坐公车到南港甲汐止。即摆这确诊者去过所在，拢已经加强清洁消毒，台北坐阮嘛增加消毒的次数。甲铁门诱来，先甲人客请出去，拄好是周年庆煞要关门。今站从暗时6点停业清销到今仔日暗时，全体员工进行快筛。中间院线是女员工确诊，伊捌来过食。伊伫11月27下晡3点半先坐坐温自邦南线南港站到东门站，暗时坐转来南港。过工搁去万雄广场头办屋包野伊德利家居，下晡则坐温到京站和南港站。万雄广场大消毒，和头办屋公路站的家乐福4颗分店嘛已经完成预防性清销。除了卖场，包括顺东包市指南充店、西门的大三元酒楼、南港车站的格罗堡莫美食区，搁有日式咖喱餐厅。北市府透早嘛搁公布，伊捌坐公车去南港购市集。非常多的到台北市区的过程，你说他坐板南线的频率非常多，那他活动的场域其实非常的清楚。大家看到的中央的这个昨天公布的足迹，那我们今天会根据中央公布的足迹之外，我们今天会多公布两条，一个是12月7号的公车306的路线，从中研院到南港行政中心，它是下午3点39分到3点50分。另外一个是12月7号下午4点03分到4点19分，坐公车蓝21的路线，从南港行政中心再回到汐止的中心路。捌去过上北市，拢是属于人较侪的所在。北捷车站搁有车厢嘛增加清扫的频率，都是为着要来阻挡疫情。